China is operating the Panama Canal, and we didn't give it to China. We gave it to Panama, and we're taking it back.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次主題係巴拿馬歷史。巴拿馬共和國 （Republic of Panama） 簡稱巴拿馬 （Panama） 係中美洲最南部嘅國家，國土面積7.55萬平方公里，人口436萬。連接大西洋同太平洋嘅巴拿馬運河位於國家嘅中央，劃分咗南北美洲，擁有重要嘅戰略同經濟地位。巴拿馬歷史非常複雜，其發展可分為以下8個主要階段。喺歐洲殖民者嚟之前，巴拿馬已經有好多印第安人部落生活咗幾千年，代表族群包括庫埃雅人 （Quaver People） 同埋科克萊文化 （Cargo Culture） 群體，佢哋主要靠農業、捕魚同埋狩獵維持生計。考古發現顯示，當時居民已經掌握成熟嘅手工藝技術，並且發展出豐富嘅文化傳統。所以，前殖民時期嘅巴拿馬並唔係未開發嘅地方，而係一個充滿活力、文化多元嘅重要地區。由1501年開始，西班牙開始殖民巴拿馬，使佢成為西班牙喺美洲嘅重要據點。1519年建立咗巴拿馬城 （Panama Viejo），成為重要嘅貿易中心。憑住優越嘅地理位置，大量嚟自南美洲嘅黃金同白銀經呢度運咗去西班牙。不過，殖民統治亦對原住民造成勞役、疾病同人口下降等影響，深刻改變咗巴拿馬嘅社會同經濟發展。1821年，巴拿馬脫離西班牙統治，加入大哥倫比亞 （Gran Colombia）。1831年大哥倫比亞解體後，巴拿馬成為新格拉納達共和國後來嘅哥倫比亞嘅一部分。由於巴拿馬地峽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美國逐漸擴大影響力。1855年巴拿馬鐵路完工，連接大西洋同太平洋，使巴拿馬嘅交通同貿易價值大幅提升。1880年，法國人 Ferdinand de Lesseps 開始動工開鑿連接大西洋同太平洋嘅巴拿馬運河，但因為疾病流行同資金短缺而失敗。1903年，巴拿馬喺美國支持下脫離哥倫比亞獨立，同年簽署 Treaty of Maybuno-Varia， 美國取得運河區控制權。1904年，美國接手運河工程，並喺1914年正式完工通航。巴拿馬運河嘅開通大幅縮短航運距離，改變咗全球貿易同航運格局。1936年，巴拿馬同美國調整關係，美國逐步減少對巴拿馬嘅部分干預。1964年爆發國旗事件，巴拿馬民眾要求擁有運河主權，並同美方發生嚴重衝突。經過多年協商後，1977年雙方簽署托里霍斯卡特條約 （Torrijos-Carter Treaty）， 確定巴拿馬運河將分階段移交俾巴拿馬管理，成為國家主權發展嘅重要里程碑。1981年，巴拿馬領導人奧馬爾托里霍斯 （Omar Torrijos） 因飛機失事去世。曼紐諾瑞加 （Manuel Noriega） 於1983年通過政變掌握大權。在任期間，諾瑞加繼續前任嘅政策，力圖擺脫美國嘅影響，向蘇聯靠攏，並利用有強烈反美情緒嘅民族主義鞏固自己嘅權力同地位，頻繁打擊反對派同反對黨。呢舉導致美國對佢唔滿，並開始扶持反對派。與此同時，由於巴拿馬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佢成為咗哥倫比亞毒梟向北美輸送毒品，主要係古柯鹼同洗錢嘅主要渠道。諾瑞加拒絕配合美國嘅禁毒行動同反美情緒，導致美國下決心將佢剷除。1989年，美國發動正義事業行動 （Operation Just Cause），入侵巴拿馬，推翻諾列加政權。
1999年，巴拿馬收回巴拿馬運河嘅全部管理同防務權，美軍全數撤出，結束美國對運河區嘅管理。呢唔單止象徵國家主權嘅完整，亦為經濟發展帶嚟新機會。2006年，巴拿馬透過全民公投通過運河擴建計劃。2016年，擴建工程正式完成，運河可以通行更大型嘅貨輪，進一步提升巴拿馬喺全球航運同貿易中嘅重要地位。2019年，巴拿馬運河持續為國家帶來可觀收入，成為巴拿馬經濟發展嘅重要支柱。由於運河係全球最重要嘅航運通道之一，美國長期關注其戰略地位，並與巴拿馬保持緊密合作關係。另一方面，巴拿馬於2017年同中國建交，雙方喺貿易、港口物流、基建同投資等領域嘅合作持續擴大，使中國逐漸成為巴拿馬嘅重要經濟夥伴。因此，巴拿馬同時同美國同中國保持重要關係。隨住中美競爭日益加劇，巴拿馬亦面對點樣平衡兩個大國關係嘅挑戰。2025年，香港企業長江和記實業計劃出售巴爾博亞港同克里斯托瓦爾港嘅經營權，引起國際關注。由於兩個港口分別位於巴拿馬運河兩端，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相關交易被視為中美地緣政治競爭嘅延伸，也再次凸顯巴拿馬喺全球航運同國際政治中嘅重要地位。